好多人以為心臟病係老人家嘅專利，後生仔女根本唔需要擔心。但係大家又知唔知，原來血管硬化同埋心臟病嘅起點，竟然喺我哋得7歲嘅時候就已經悄悄開始。最新醫學發現指出，幾乎100%嘅7至9歲小童主動脈竟然已經開始出現早期病變嘅痕跡。呢個殘酷嘅醫學真相，絕對顛覆咗大眾嘅認知。到底我哋嘅血管點解會咁早就開始老化，由輕微發炎慢慢演變成致命嘅血管閉塞？我哋又可以點樣喺未有病徵之前提早預防呢個隱形殺手？歡迎大家嚟到 Medical Inspire 醫思維頻道，我哋會定期為大家深度拆解健康知識。開始之前記得先點讚、訂閱同埋撳埋小鈴鐺。講起心臟血管疾病，大家腦海中浮現嘅畫面通常都係一個亞伯突然撳住個心口倒地，或者係一位肥胖嘅中年男士喺度喘氣、流冷汗。我哋一直以嚟都被灌輸一個觀念，覺得心臟病距離後生仔好遠，更加冇可能同天真活潑嘅小朋友有任何關係。但係令人震驚嘅醫學真相係，心臟血管嘅退化問題其實喺我哋童年時期就已經悄悄咁展開。研究人員曾經對兒童嘅主動脈做過非常深入嘅病理學檢查，結果發現咗一個好得人驚而且令人憂慮嘅現象。調查數據顯示，幾乎100%，大家冇聽錯，係100%，介乎7歲至9歲嘅小朋友，佢哋嘅主動脈內壁竟然已經出現咗早期嘅血管病變痕跡。呢啲病變雖然極之微小，未至於會引發心臟病發或者影響正常生活，但係就已經無聲無息咁為日後嘅血管粥樣硬化埋下咗危險嘅伏線。我哋今日用咁多時間探討呢個話題，最主要嘅目的就係想徹底喚醒大家對心血管健康嘅及早關注。我哋絕對唔應該抱住僥倖嘅心態，等到心口痛、心絞痛，甚至係心肌梗塞出現嗰陣先至去後悔或者急住揾醫生幫手。大家必須明白，血管嘅退化從來都唔係一朝一夕發生嘅事，而係一個漫長而且有跡可尋嘅連鎖反應。呢個反應由最初極度細微嘅細胞損傷開始，經過10年、20年甚至30年嘅累積，一步一步演變成後期嚴重嘅動脈阻塞。如果你等到血管入面已經積聚咗大量堅硬嘅鈣質，或者已經出現咗隨時致命嘅血栓，先至決定要戒口、做運動或者改變生活習慣，咁樣往往已經錯失咗最佳嘅治療同埋逆轉時機。既然防患於未然係咁重要，我哋點樣先可以準確咁知道自己血管嘅真實年齡同埋健康狀況呢？其實而家醫學界有一個非常重要、無痛而且準確度極高嘅檢查，強烈建議所有關注健康嘅朋友都去了解下，甚至安排時間去做一次。呢個檢查叫做冠狀動脈鈣化指數測試，英文簡稱叫做 CAC 測試。呢個測試嘅過程其實非常之簡單快捷，成個掃描過程只需短短幾分鐘，唔需要打顯影劑，唔需要用你好多時間，而且係私家醫院或者診所嘅價錢亦都相對親民，一般人都負擔得起。CAC 測試最主要嘅作用就係透過先進嘅電腦掃描技術，去準確量度你心臟血管入面鈣質沉積嘅數量同埋分佈。大家千萬唔好睇小呢個鈣化指數。過去已經有無數嘅大型醫學研究證實咗佢係現時醫學界其中一個預測未來10年至15年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最準確、最可靠嘅指標之一，比傳統單驗膽固醇準確得多。當你做完呢個測試之後，最理想、最完美嘅結果當然係0分。0分代表你嘅冠狀動脈入面完全冇任何斑塊同埋鈣質沉積，血管非常健康、柔軟而且暢通無阻。但係萬一你嘅報告顯示指數大過0，即使只係幾分或者10幾分嘅微細數值，其實已經係身體發出嘅一個嚴峻警號。因為血管入面一旦有鈣質出現，就等於話俾我哋知，你嘅血管喺過去好長一段時間入面一直經歷緊慢性發炎，一直受到無形嘅氧化壓力不斷破壞。而且血管壁最脆弱嘅平滑肌已經開始出現勞損、分解甚至壞死嘅情況。
呢個破壞嘅過程絕對唔係尋日食咗餐煎炸嘢就搞成咁，而係過去幾年甚至幾十年唔好嘅生活習慣日積月累嘅惡果。要真正明白點樣去預防甚至逆轉呢個過程，我哋首先要好似偵探咁，深入拆解心臟病發生嘅4個階段連鎖反應。究竟一條原本健康有彈性嘅血管係點樣一步一步變成硬邦邦又閉塞嘅呢？一切血管問題嘅萬惡之源，亦即係連鎖反應嘅第一步，就係發生喺細胞層面嘅氧化壓力。大家可以將人體想像成一個極度精密而且24小時無休止運作嘅化學工廠。當我哋日常呼吸、消化食物，甚至承受壓力嘅時候，無可避免會產生一啲叫做自由基嘅不穩定化學副產品。正常情況下，我哋身體入面會有一個完善嘅防禦系統，利用各種天然嘅抗氧化物去中和呢啲百厭嘅自由基，令佢哋變得無害。但係當身體因為飲食不當或者環境污染積聚咗過量嘅自由基，而體內嘅抗氧化物又供不應求嘅時候，就會出現一種嚴重失衡嘅狀態，醫學界叫做氧化壓力。大家如果覺得氧化壓力呢個科學名詞太抽象，可以想像下一架鐵單車或者汽車生鏽嘅過程。一架原本好靚好硬淨嘅車，如果長期日曬雨淋，又冇人幫佢打蠟保養，車身表面嘅保護漆就會慢慢剝落，露出入面嘅鐵皮。空氣中嘅氧氣同埋水分會令到鐵皮慢慢氧化，最後生滿一向係嘅鐵鏽，令到原本堅固嘅金屬變得非常脆弱，一敲就碎。我哋嘅血管平滑肌，無論係最內層接觸血液嘅內皮細胞，定係再入面少少負責維持血管彈性嘅肌肉層，當佢哋經歷氧化壓力嘅時候，就正正好似生鏽咁，細胞結構會受到破壞，開始受損、分解，甚至出現醫學上所講嘅細胞壞死情況。當血管內壁嘅細胞因為氧化而受損，甚至大面積壞死，就會觸發連鎖反應嘅第二步，亦即係身體本能嘅自我修復機制。人體嘅設計其實係好聰明，而且反應極快嘅。當大腦偵測到血管出現損傷，就會即刻敲響警鐘，派出身體入面嘅救護部隊，即係免疫系統出場。免疫系統會釋放大量叫做巨噬細胞嘅白血球，去到受損發炎嘅血管部位。巨噬細胞就好似馬路上面嘅清道夫或者食環署工人咁，負責吞噬同埋清理嗰啲已經壞死嘅細胞殘骸同埋有害物質。但係呢個睇落好似好深嘅清理同埋修復過程，會無可避免咁喺局部位置引發慢性炎症反應。大家一定要記住，血管發炎絕對唔係一件小事，佢正正就係推動心臟病惡化嘅核心催化劑。為咗盡快修補血管壁上面因為壞死而出現嘅微細傷口，避免血管穿洞引發內出血，身體會急不及待咁啟動第3步嘅補救措施，就係形成微小嘅鈣化。大家可以將呢啲微鈣化現象想像成我哋平時用嘅防水膠布。血管損咗，身體冇其他辦法，唯有由血液入面抽掉堅硬嘅鈣質去貼住個傷口，希望可以盡快封住缺口，保護底層受損嘅平滑肌。呢個本身係一個救命嘅機制，但問題係，如果氧化壓力一直冇消除，血管就會不停咁受損。隨住時間過去，受損嘅次數越多，身體貼上去嘅鈣質膠布就越疊越厚。呢個時候，原本柔軟有彈性嘅血管壁就會開始變得越嚟越厚，慢慢失去原本收縮同擴張嘅能力，變得好似一條硬化咗嘅舊水喉咁。跟住落嚟就係連鎖反應嘅第4步，亦都係最致命、直接導致心臟病發嘅一步，就係纖維化同埋動脈粥樣斑塊嘅形成。大家要明白，單靠鈣質膠布係唔夠力㗎，所以除咗鈣質之外，身體仲會調動大量嘅纖維、蛋白質同埋血液入面嘅膽固醇一齊修補傷口。呢啲蛋白質會同膽固醇緊密結合，再加上一層又一層嘅鈣質，日積月累之下，慢慢堆積起嚟，最終形成我哋平時成日喺健康節目聽到嘅動脈斑塊。講到呢度，大家應該要恍然大悟，膽固醇本身並唔係引發心臟病嘅原罪，膽固醇只係身體派去修補傷口嘅原材料之一。斑塊嘅形成
本質上只係身體為咗修補氧化損傷而焗住製造出嚟嘅超級厚身三合一修補膠布。只不過當引發氧化嘅源頭冇被解決，呢塊膠布就會控制唔到，越積越大塊，大到佔據咗血管大半個通道。當血液流唔過，心臟肌肉得唔到足夠氧氣，就會引發心絞痛。一旦呢塊斑塊突然破裂，引發血栓瞬間完全阻塞血管，就會造成足以致命嘅心肌梗塞。既然我哋已經好清楚咁知道，成個心臟病發病機制嘅幕後黑手，其實就係源於細胞層面嘅氧化壓力。咁究竟喺我哋嘅日常生活中，係咩原因導致身體出現咁嚴重而且持續不斷嘅氧化傷害呢？呢度就要重點揭露兩大最傷血管嘅飲食殺手。頭號無形殺手就係血液入面長期處於高水平嘅葡萄糖，亦即係我哋平時講嘅高血糖。好多人對糖分嘅認識仲停留喺食糖只會令人肥胖、蛀牙，或者係老咗先會引起糖尿病。但其實最新嘅醫學研究清楚顯示，長期攝取過量嘅精製碳水化合物同埋添加糖，會令血液入面嘅糖分經常處於飆升嘅狀態。呢啲多餘而細胞用唔晒嘅糖分，會喺血管入面周圍遊走搞事。佢哋會同血管壁嘅蛋白質結合，產生一種極具破壞性嘅化學反應，直接喺血管內壁產生大量嘅氧化作用，就好似用砂紙不斷摩擦血管內皮一樣，造成無可挽回嘅傷害。所以，如果你真心想保護心臟，唔想血管提早老化，第一件要做而且必須要做嘅事，絕對係要嚴格控制日常飲食入面嘅碳水化合物攝取量，盡量減少食白飯、白麵包、河粉呢類升糖指數極高嘅精製澱粉質，同時要徹底戒除所有含有添加糖嘅紙包飲品、珍珠奶茶同埋各式各樣嘅甜品。第二號潛伏極深嘅血管殺手就係奧米加6脂肪酸。呢個問題可以話係醫學界同營養學界長達半個世紀以嚟歷史遺留落嚟嘅巨大飲食陷阱。喺過去20-30年，好多主流嘅健康指南同專家都大力提倡我哋要減少食含有飽和脂肪嘅食物，例如豬油、牛油、椰子油呢啲，認為佢哋會縮血管。取而代之，佢哋建議大家廣泛轉用所謂健康嘅不飽和脂肪，即係超市入面最常見嘅各種精煉植物油，例如粟米油、大豆油、花生油同埋芥花籽油等等。但係隨住時間過去同醫學進步，呢個轉變帶嚟咗一個極大而且具破壞性嘅副作用，因為呢啲經過高度工業加工嘅植物油入面含有比例極高而且非常容易氧化嘅奧米加6脂肪酸。奧米加6脂肪酸雖然係人體必需脂肪酸之一，但當攝取比例遠遠失衡嘅時候，佢喺身體入面就會變成一種高度致癌嘅危險物質。大量嘅奧米加6會喺我哋嘅動脈血管壁、各個重要嘅內臟器官，甚至係眼睛入面，引起極強烈嘅氧化作用同埋全身性嘅發炎反應。呢啲炎症就係推動血管斑塊形成嘅最佳燃料。所以，如果你想由最根本嘅源頭開始預防心血管疾病，就一定要下定決心，將屋企廚房嗰啲容易引發氧化嘅精煉植物油全部揼晒佢，並且盡量避免食出面餐廳用劣質油炸出嚟嘅加工食品，將佢哋喺你嘅日常飲食入面徹底剔除。知道咗點樣避開飲食陷阱，減少身體嘅負擔之後，我哋仲要採取主動出擊嘅策略，全方位增強身體對抗氧化同修復血管嘅能力。以下會為大家詳細介紹5個非常有效而且有科學根據嘅自然療法同埋營養對策。第一招就係要喺日常飲食入面大量增加天然抗氧化物嘅攝取量。我哋可以從各種顏色豐富嘅優質植物性食物入面獲取呢啲抗氧化救兵，例如西蘭花、椰菜花、羽衣甘藍呢類十字花科蔬菜，佢哋本身就含有極之豐富嘅強效抗氧化成分同埋植化素，可以有效中和體內嘅自由基。不過單靠食蔬菜其實係未夠完美嘅。因為人體自己其實內置咗一個非常龐大而精密嘅抗氧化網絡，就好似一個自給自足嘅兵工廠咁。
要令呢個網絡順暢運作，源源不絕咁製造抗氧化酵素，身體就需要特定嘅微量元素作為生產原料。其中最重要嘅就係硒同埋鋅呢兩種礦物質。大家平時可以透過食海鮮、南瓜子或者堅果嚟補充，確保飲食中攝取足夠嘅礦物質，就可以幫助身體自己製造更多抗氧化物去對抗氧化壓力。第二招係針對性咁補充超級維他命2，講到保護血管內壁、防止平滑肌生鏽，最強大嘅抗氧化武器。醫學界公認非維他命2莫屬，但係呢度有一個極大嘅學問，大家去藥房買保健品嘅時候一定要特別留意。維他命 E 其實分為好多種唔同嘅化學形態，市面上超過90%平價嘅維他命 E 都係屬於生肉酚。但如果你本身飲食習慣麻麻地，食過好多高氧化嘅煎炸食物，或者做完 CAC 測試，發現血管已經有早期鈣化嘅弱點，你應該考慮補充一種更高級叫做生肉三烯酚嘅維他命 2。研究證實，生肉三烯酚嘅抗氧化能力比市面上最常見嘅生肉酚足足強大50倍咁多。由於佢嘅分子結構獨特，生肉三烯酚可以極速穿透細胞膜，深入滲透到你嘅動脈血管壁入面，發揮無與倫比嘅保護作用，強勢阻止血管平滑肌繼續氧化生鏽，係修復血管嘅頂級補充品。第三招可能出乎好多人嘅意料之外，就係透過斷食去自救。好多人以為斷食只係時下流行用嚟減肥或者控制體重嘅花招，但其實佢對心血管健康嘅深層次好處，簡直係超乎現代人嘅想像。當我哋暫停進食一段時間，例如進行16:8嘅間歇性斷食，身體喺缺乏外來能量供應嘅情況下，就會啟動一種叫做細胞自噬嘅神奇清理機制。呢個機制就好似身體內部嘅資源回收車咁，會自動尋找同埋分解體內老化、受損或者冇用嘅細胞組織。當然包括血管內壁受損嘅蛋白質同埋發炎細胞。透過自噬，身體可以幫助修復血管內壁受損嘅組織，同時仲可以刺激幹細胞再生、重建同埋強化身體天然嘅抗氧化網絡。所以規律性咁進行間歇性斷食，絕對係幫助逆轉初期心臟病、減輕血管發炎同埋延緩血管退化最好、最天然而且完全免費嘅方法之一。第四招係用一種叫做 EDTA 嘅金屬螯合療法。對於一啲做過檢查，發現血管已經出現明顯鈣化問題，甚至已經影響到血液循環嘅人嚟講，EDTA 係一個非常強大而且有針對性嘅工具。你可以喺網上大型嘅健康產品平台，或者一啲特定嘅自然醫學商店揾到口服或者塞劑形式嘅 EDTA。EDTA 嘅神奇之處就係佢有強大嘅化學阻取能力，佢可以將沉積喺動脈血管壁入面多餘而致命嘅鈣質強行螯合，即係捉住同抽走。佢就好似一個超級磁石咁，將血管入面唔應該存在嘅重金屬以及構成斑塊嘅鈣質吸走，然後透過尿液安全咁排出體外，對打通血管、改善全身血液循環有極大嘅實質幫助。不過我必須喺度嚴肅咁提醒大家，使用 EDTA 有一樣嘢要非常之小心，因為佢喺抽走有害嘅礦物質同重金屬嘅同時，由於佢唔識分好壞，都有機會連帶走埋身體必須嘅有益礦物質，例如鎂、砷同埋銅等等。所以使用 EDTA 絕對唔可以亂嚟，必須配合正確嘅療程概念。喺利用 EDTA 抽走多餘鈣質嘅同時或者之後，一定要記得額外補充返身體每日需要嘅廣譜微量礦物質。只有做到有出有入，俾呢個產品帶走有害物質嘅同時，補返有益物質，咁先可以安全又有效咁疏通血管，避免引起其他營養缺乏嘅副作用。第五招係確保身體每日攝取充足嘅鉀質。鉀質對預防血管阻塞起住非常關鍵嘅作用，但偏偏因為現代人嘅飲食習慣改變，一般人普遍都處於嚴重攝取不足嘅狀態。
主要原因係大家平時食太少新鮮嘅沙律同埋深綠色蔬菜。鉀質喺身體入面扮演住維持電解質平衡同肌肉正常運作嘅角色。當身體長期缺乏鉀質嘅時候，就會引發一個極度危險嘅生理連鎖反應，導致身體嘅酸鹼值改變，令到人體更容易將血液中嘅鈣質錯誤咁沉積喺唔應該沉積嘅地方，包括你心臟嘅動脈血管壁。相反，如果你嘅日常飲食入面有豐富嘅蔬菜，攝取到足夠嘅鉀質，佢就可以幫助你嘅動脈保持良好嘅彈性，令血管平滑肌柔軟靈活。當血管充滿彈性，血流暢順，就可以大大降低鈣質同埋膽固醇喺血管壁停留同埋積聚嘅機會。最後，我哋要講一個喺醫學上相對罕見，但係一旦發生，後果就會極之嚴重，而且難以逆轉嘅情況，就係血管骨化。有啲人嘅血管問題去到極度晚期，醫生喺掃描嘅時候發現，佢哋血管入面唔單止係積聚普通嘅鈣質斑塊咁簡單，而係真真正正生出咗實質嘅骨頭組織。一條本來用嚟輸送血液嘅柔軟喉管，竟然變成咗硬骨頭。呢個聽落好似科幻小説或者恐怖片嘅情節，喺現實嘅臨床醫學中確實會發生，而導致呢種極端血管骨化現象背後嘅終極罪魁禍首，就係身體嚴重缺乏維他命 K2。大家可以將維他命 K2想像成身體入面指揮交通嘅高級警察，佢嘅職責係負責指揮血液入面嘅鈣質去到正確嘅目的地，即係我哋嘅牙齒同埋骨骼入面，幫助強化骨質。但當身體缺乏維他命 K2，呢班交通警察集體罷工，血液入面游離嘅鈣質就會盲目咁周圍亂跑，佢哋冇地方去，最後好容易就會走去發炎或者受損嘅動脈血管道積聚。久而久之，甚至會令血管壁嘅骨骼形成細胞變得活躍，最終形成骨骼一樣嘅硬塊。所以為咗確保鈣質乖乖地留喺骨頭入面，預防佢哋走去血管度搞事，補充足夠嘅維他命 K2，絕對係預防動脈極端鈣化同埋硬化不可或缺嘅最後一道堅固防線。多謝大家，今集就去到呢度。多謝大家支持 Medical Inspire 醫思維頻道，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我哋下次再見。